大家好，我哋係乾脆。今日咧，我哋會講下2025年新嘅房協居屋象賢嘅設計。申請居屋嘅截止日期咧就係4月14號，所以我哋都想趁今次嘅機會咧，講下啲咩值得注意嘅地方。大家上網見到嘅示範單位咧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一啲預見嘅組件，係可以拆得嘅。但係佢既然送得個設計俾你，拆咗又好似好嘥喎，於是咧我哋咧就採用翻佢原本有嘅廚房中度嘅設計啦，再加上我哋一啲唔同嘅家私組合咧，希望可以用得翻佢嘅廚房之餘，亦都唔需要搞咁多嘅裝修。今次咧我哋就用咗2A 座18樓 B 室，總共451尺，2房1廳去做個設計嘅。行入門口咧，左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啦，而右手邊咧就係整個嘅客飯廳。呢個室內設計採用咗現代簡約嘅風格，帶少少中世紀現代嘅元素。咁其實成個嘅色調咧都係用中性色為主，譬如有少少大灰綠色嘅牆身啦，木質嘅家具。無論係深色胡桃木嘅家私、白色嘅廚具，定係淺色嘅地板咧，都營造咗溫暖但又乾淨嘅氣氛。即使開放式廚房係淺色嘅櫃，配搭翻客廳深色嘅櫃，都唔會覺得突兀。新添嘅家私咧，注重溫暖同埋復古嘅融合，譬如木質家具圓潤嘅邊角啦，黑色金屬支架，同埋一啲長虹玻璃嘅應用，都會俾人一種溫馨同埋高雅嘅氛圍。成個空間當然唔少得燈嘅點綴，除咗用咗復古嘅座台燈之外，我哋亦都用咗折紙風格嘅地燈，而天花亦都加咗燈槽同埋吊燈去加強成個空間嘅光度。而家等我哋仔細啲望下客廳個設計，而現場本身有嘅都係淺色嘅磚，深色嘅梳化同佢形成好強嘅對比，而且深色嘅布亦都唔驚污糟，而對面嘅電視櫃亦都加咗長虹玻璃嘅元素。長虹玻璃半透明嘅特性呢，等電視櫃睇起嚟更加輕盈，避免咗空間嘅沉重感。而且佢亦都有第二個優點嘅，就可以模糊翻入邊雜亂嘅物件啦，但係又隱隱約約大概睇到入邊係啲乜嘢嚟嘅。呢隻電視櫃可以喺出邊買到，亦都係常見嘅設計，兼顧咗儲物同埋展示功能。而家我哋好快睇一睇電視櫃配搭埋儲物櫃出嚟嘅效果係點樣樣啦。眨下眼，我哋已經睇完第一個設計啦，而家嚟睇第二個設計。呢一個設計都係想話俾大家聽，唔同嘅家私組合會有唔同嘅感覺。譬如淺色啲嘅牆身、黃色嘅梳化同埋點綴效果嘅綠色櫃，亦都會提亮晒成個空間，令視覺更加開闊。譬如好似呢隻電視櫃咁樣，我哋配搭咗編織網格嘅門，設計更加現代化，少咗長虹玻璃嘅復古感。當中亦都加咗少少綠色嘅植物，添加咗自然嘅氣息。今次設計睇住咁多先，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嘅話，記得 like 我哋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啊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